来看社会新闻，伫台南地检署侦办正副议长选举贿选案，包括议长区里二等八人张高宝，验过呢前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甲圆山企业集团总裁杨志强，互人申请受押。台南地方法院昨暝就开羁押庭，法院认定讲，这个郭在钦涉嫌重大，而且有串口径的顾虑，裁定收押禁见。那杨志强呢？杨志强是因为伊涉案的证据不足，当庭请回。伊嘛说明办公室被抄到这800万是用来买土地定金，这甲议长的选举无关系。验过检方不服，准备要甲法院提出控告。30几个小时，压力也蛮大。总算会当转去圆山企业集团总裁杨志强选忝，也是有笑容。800万是原先我们公司是买一块工业地，要给斡旋金的。为什么会放在保冷袋？现金嘛，拿进拿出。安全一点。其他议员说就要指定说要投给邱丽丽，这个部分是绝对没有这回事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杨志强受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选举贿选案牵连，互检调搜索精神。办公室讲抄到有800万现金的保龄袋啊，互怀疑可能是贿选的钱。杨志强一惊出嘛，随否认。法官认为，依检方所提证据，无法证明其本身有何行贿的意思或行为。尚难认定其有行贿罪的犯嫌。3号检调大动作侦办正副议长选举贿选案，并分26路搜索，包括议长区里里总共8人交保。不过，民进党中执委郭在钦和杨志强互检方声押。地院阁调开羁押庭，认为郭在钦涉嫌重大，有可能串证，裁定羁押禁见，禁止通信。杨志强因为涉案证据无够请回，不过检方不服，会阁提出控告。伊是这个关键的证人，有讲到对家关系的人，怎么可以不羁押禁见呢？检察官将会补强证据后，尽快提起抗告。地检署呼吁林姓被告尽速书面说明，以厘清案情。规件事件，阁有一个关键线索无出现，就是前民进党台南市东部执委林树杰，伊一直无到案说明。检方嘛伫昨昏发出拘票，无排除发布通缉，就是要甲这位关键人物找出来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